1982年，乜嘢電視節目最受歡迎？呢一年有興去邊度玩？1982年對香港人嚟講係好震撼嘅一年。佢之所以震撼，唔單止係由於梅艷芳攞咗新秀冠軍，火車由柴油變咗電氣化，港督由麥理浩變咗尤德，仲係由於嗰陣時嘅市民睇住英國同大陸開始為香港問題講數，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維持現狀唔一定係老馮，而未來會係點，亦唔係自己想點搞就可以搞得到。以下落嚟就等我哋一齊睇下咁有衝擊性嘅1982年究竟發生咗乜嘢大事。1982年1月25號，維多利亞港舉辦咗第一屆嘅賀歲煙花匯演。其實自從6·7暴動之後，香港已經禁止咗放煙花同燒炮仗好多年。雖然喺1975年英女王訪問香港嘅時候，由於要俾面佢老人家，都曾經舉辦過一次煙花表演，不過之後就再冇搞過。所以喺呢一年重新有煙花睇，絕對係一件大事。當年睇煙花嘅熱點包括咗中環、銅鑼灣同埋紅磡。而如果你諗住去尖沙咀，個選擇就會比而家少一啲，因為嗰一年頭嘅海濱公園，亦即係青春期少男少女好中意喺嗰度傾心事嘅尖沙咀海旁仲未開幕，要到6月至搞掂，所以最理想嘅睇煙花位置就只有海運大廈天台嗰個露天停車場，因為嗰度空曠，而且冇嘢遮住。呢一晚嘅香港市民可能由於冇睇煙花太多年，情緒非常之高漲。佢哋只要見到任何嘢射上天，都會一齊嘩嘩聲叫震，並且話足20分鐘，好 Q 黐線。而齋睇煙花始終都係有啲寡，所以主辦機構引入咗一套當時吹到好勁嘅電子點火裝置，並且安排港台同商台同步播放以下呢幾隻音樂嚟襯翻個畫面。如果你有收音機喺身邊，係可以開住一齊睇，理論上會睇得好過癮。不過理論只係理論，唔可以太認真。始終當時嘅科技都仲係有啲流，冇辦法令到畫面同音樂完全 synchronize 得到，所以播乜歌其實都係一 Q 樣，最後都會甩晒啲，同你自己是但播隻汪明荃嚟做背景音樂唔會有好大分別。1982年，香港市民喺農曆新年除咗睇煙花之外，仲有好多其他活動，例如去睇賀歲片。當年上映緊嘅係許冠傑同麥嘉主演嘅《最佳拍檔》，呢出戲好受歡迎，之後仲復着拍多咗4集。佢係第一部破咗2000萬票房嘅港產片，並且喺之後嘅40年入面，一直保持住全港最高嘅入場人次紀錄。呢一個紀錄要去到2024年至被破地獄打破到。邊個夠膽氹我妹出嚟影裸體相？2個人嘅主意，呢條橋邊個諗出嚟嘅？齊齊諗出嚟嘅。講到破地獄，其實拜神亦都係香港市民嘅另一個熱門新春活動。當年雖然你唔會見到夏威夷 cosplay 去上頭炷香，但係就同樣會見到好多善男信女去拜黃大仙。而藉住呢個機會可以發到新年財嘅，除咗係喺嗰度開檔嘅睇相佬同埋解簽佬之外，仲有喺門口向你派財神嘅牛屎飛。佢哋睇死你一定會買，因為唔接個財神，你自己都覺得大吉利是。同黃大仙一樣，車公廟亦都係好受歡迎嘅拜神熱點。嗰年按照慣例，鄉議局都同樣喺冇問過其他居民嘅情況之下，就擅自幫沙田求簽，求到嘅分別係一條上簽同埋一條中簽。當年鄉議局嘅主席係好多人等佢嘅發叔，佢一做呢個位就做咗30幾年，用行動嚟證明咗永續執政絕對唔係冇可能。1982年嘅新年，有超過14萬市民選擇出外旅遊。不過呢度講緊嘅出外旅遊唔係今日嘅概念，更加唔係只去日本同埋韓國呢啲地方，因為當時呢種旅遊係好高消費嘅活動，唔係人人負擔得起。呢度講緊嘅只係返大陸，並且唔係去消費，而係去俾人消費。嗰時有好多心係祖國嘅市民會趁住新年假期用威嚇手段逼埋自己啲仔女返鄉下探親，並且會帶埋電器、衫褲鞋襪、糖果餅乾呢啲貢品上去朝聖，上繳俾班親戚。個排場直情駕駛過張騫出使西域，亦都令紅白藍膠袋成為咗香港嘅傳奇。嗰陣時返大陸最多人流嘅關口有3個，陸路會經紅磡或者羅湖出境，即係坐火車上去；而如果你要搭船，就要去大角咀，因為嗰時尖沙咀中港碼頭仲未開，坐船要由嗰度出發。至於直通巴士，由於嗰年新年都仲係啱啱推出咗冇幾耐，未算係好流行，要去到3月等文錦渡客運站開埋之後，每日多咗車，至越嚟越多人坐。1982年2月1號，430穿梭機喺無線電視首播。5、4、3、2、1，發射！
呢一個影響好多代細路嘅兒童節目，係由永遠嘅姐姐譚玉英做主持。呢個世界入面冇幾多個人有資格過咗6張嘢，仲可以被人稱呼做姐姐，而譚玉英姐姐就絕對係最當之無愧嘅一個。430穿梭機係鍛煉明星嘅牧人行，培養咗好多個出名嘅藝人，包括影帝梁朝偉、行古惑嘅鄭伊健同埋曾華倩。曾華倩唔單止係一個演員，佢連同利智同埋劉嘉玲，仲係一種猜枚遊戲，曾經喺80年代嘅夜總會入面風靡一時。至於講到憑住飾演僵屍而成名嘅兒童節目主持人，就一定要提到佢。講緊嘅唔係喺430穿梭機入面飾演過黑僵屍嘅星爺，而係隔離台嘅尹天照。尹天照喺80年代中期曾經參與過亞洲電視兒童節目500飛虎隊嘅演出。佢喺節目入面雖然唔係飾演僵屍，而只係懶有型嘅飛虎隊員，但係佢之後喺同一個電視台憑住一套講僵屍嘅電視劇而成為咗時代 icon， 所以至真正係靠僵屍上位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喺1982年入面，電視台曾經播過好多出經典嘅卡通片，包括咗叮當、IQ 博士同埋宇宙大帝。宇宙大帝嘅劇情噏乜春，我相信冇乜幾多個睇過嘅細路會記得，但係佢隻惡搞版嘅主題曲就一定仲會識得唱幾句。神奇大帝煎咗符撈，除咗生活設施，有個放屁，有個鬥皮，有個轉氣就嚟死。除咗卡通片之外，1982年嘅電視劇亦都係好精彩。3月份播出嘅《飛越18層》，憑住一隻突然之間良心發現嘅魔鬼，同埋一句高踭鞋跌落水，高踭鞋跌落水，感動咗好多觀眾。而靠創造口頭禪去吸引觀眾眼球嘅電視劇，仲有9月份播出嘅《香城浪子》。喺套劇入面，男主角黃日華向女主角莊靜怡講咗一句潮語「吹冰崩」，就即刻令到啲細路驚為天懼，並且有樣學樣跟住嚟講。呢一個舉動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當時學校條紅線 set 得好窄，對粗口嘅定義仲難捉摸過國安法，所以吹冰崩其實已經俾先生當做粗言穢語講咗出嚟會犯校規。喺嗰個年代，唔好講話吹冰崩，就連大鑊呢2隻字都同樣係粗口。明明大鑊呢個詞語逐隻字分開嚟睇都係好正常嘅單字，大字只不過係描述體積嘅形容詞，而鑊字就係講緊人人屋企廚房都有嘅嗰隻鑊。搞乜 Q 分開嚟用就冇問題，夾埋一齊就會突然變咗做粗口。呢個真係令人拗爆頭。學生哥要好小心，如果唔係，分分鐘瞓喺度都會踩晒地雷。喺80年代，如果俾先生捉到你講粗口，會有可能面對以下幾種處分，包括罰企、罰抄、打手板、罰留堂、見家長同埋記過。嗰陣時俾人罰得多嘅識途老馬，對應唔同嘅懲罰會有唔同嘅拆解方法。如果你俾人罰企，你可以偷偷地攞張台、凳或者牆嚟借力，射一射，冇咁攰。如果你俾人罰抄，你可以攞條橡筋紮住幾支筆一齊嚟寫，咁就會快幾倍搞掂。如果你俾人罰打手板，打得多，手皮就會厚，自然唔會咁痛。至於俾人罰留堂，其實先生仲傷過你，因為佢要 OT 處理你呢隻馬騮，變相係攬炒罰埋自己。不過剩翻低嘅2種懲罰，即係見家長同記過，就真係冇得搞。如果俾人罰咗，就只可以企定定硬食。1982年5月6號，九廣鐵路電氣化火車第1階段通車，可以由九龍站，當時仲未改名做紅磡，去到沙田站。如果你要去遠啲嘅新界地方，咁就唔好意思，當時仲未開通，你要喺沙田站轉翻舊款嘅柴油火車至可以去到。呢啲火車慢少少，冇冷氣，並且好 Q 嘈。喺電氣化火車推出之前，其實柴油火車只係九廣鐵路嘅主力載客列車。當時路軌仲可以俾人行到入去，亦都冇高架電纜喺側邊，所以當政府要 upgrade 啲火車做電氣化嘅時候，佢要喺電視度賣個嚇到細路發噩夢嘅恐怖廣告，叫人唔好亂咁再走入去。如果唔係，好容易會被電死、撞死，仲分分鐘會冇晒啲雞蛋。電氣化火車投入服務之後，原先嘅柴油火車頭並冇即時退役，而係轉晒去運貨，並且有時會拉啲載豬嘅車卡。嗰陣時喺月台等車，耐唔耐就有班豬車經過，穿過月台嘅時候會有陣好 Q 臭嘅爆風，仲勁過核彈。乘客一定要醒目及時閉氣，又或者揞住個鼻至唔會舐嘢，好考你嘅反應能力。1982年5月10號，
亦即係電氣化火車通車之後幾日，地鐵嘅荃灣線亦都通埋車。呢條新路線嘅總站分別係荃灣同埋中環，而原先嘅觀塘線就變咗淨係去到油麻地。乘客如果要過海，就要喺太子、旺角、油麻地是但一個站轉車，唔再可以一程坐到尾。同九廣鐵路一樣，地鐵同臭味都係經常扯上關係。太子站由啟用開始就已經有陣惡臭，好似入咗屎坑一樣。呢一種臭味令到全港市民鍥而不捨咁虛耗咗幾十年去為佢揾出原因。其中一派嘅講法係話太子站曾經有人墮軌，而部分嘅殘肢未被揾翻出嚟，所以一直有陣味。呢一種解釋好破格，不過佢後來已經被另一個有關於太子站會出現結界，並且令到乘客不斷由太子站循環去太子站嘅都市傳說所取代。近年已經冇乜人再提起。至於太子站惡臭嘅另一個解釋係比較科學嘅，佢話由於個站太近花墟道條污水渠，所以會有水滲入隧道而造成臭味。呢兩個解釋聽落都係同樣咁有說服力，至於邊一個合理啲，咁就只可以交由大家自己去判斷。1982年5月20號，尤德接替麥理浩出任港督。佢係外交部出身，曾經喺中英建交之後派駐過大陸，並且識得中文。從呢個牌面就可以睇到，英國政府安排佢嚟香港，唔單止係要管理香港班大帝，仲要喺遲啲幫英國去講數。80年代嘅香港港督，名義上係英女王喺香港嘅全權代表，孭住咁大個朵喺身，門面自然唔可以太失禮。佢哋可以享受好多特殊嘅待遇，當中包括咗喺中環黃金地段有間屋之外，喺粉嶺有另一間別墅，可以將啲建築物、地名、街名、行山徑、慈善基金用自己或者老婆個名嚟命名，而冇人夠膽話你係自嗨。唔單止係駐港英軍嘅大佬，仲係一班細路嘅首腦。趕時間嘅時候，可以叫皇家輔助空軍用直升機載你，可以坐專用遊艇出海散心。出席大型活動嘅時候，可以坐掛住皇冠車牌嘅開篷勞斯萊斯出場，而平時就可以用部英國丹拿嚟代步。不過呢部車都已經成為咗歷史，因為曾經攞到皇室認證嘅丹拿車廠喺呢幾十年入面被賣嚟賣去，最後已經被美國福特賣咗俾印度，即係英國嘅前殖民地，完全就係英國國力變化嘅縮影。最後喺咁多種特殊待遇之中，有一種係最尊貴嘅，就係可以無端端多咗個中文名。佢唔係由港督個阿媽改嘅，而係由英國政府嘅專責官員特登改嘅。呢一個名有時真係會令香港市民一個唔為意，以為楊慕琦係姓楊，麥理浩係姓麥，司徒拔係華叔個同鄉。當然點睇呢啲小動作都只係一種 PR 嘅手段，不過最少可以反映到個政府肯做少少嘢去博市民歡心，未至於樣樣嘢都企喺個高地度同你割席。1982年7月2號，香港政府開始設立禁閉式越南難民營。越南船民嘅問題，自從1975年共產黨攻陷咗南越之後，就一直困擾住香港。喺初期，嗰啲為咗逃避迫害而着草嚟到香港嘅越南人，係可以住喺開放式難民營嗰度，並且自由出入。不過到咗1982年，政府為咗降低越南人偷渡嘅數字，就將難民營改咗做禁閉式，再喺6年之後加碼推出埋甄別政策，將嚟到嘅越南人分做政治難民，佢哋可以等其他國家收容，同埋經濟船民，佢哋需要即刻遣返。為咗令到準備偷渡嘅越南人知道有呢種新玩法，政府唔知乜解救，諗到喺講中文嘅香港電台度播一段講越南話嘅廣播，喺每日夜晚出街，個原理就好似神功戲，明明係對住香港市民嚟播，但係又唔係播俾香港市民聽。香港市民對於呢段咁詭異嘅廣播，一般會簡稱佢做不漏杜拉。香港對越南船民已經實施甄別政策，跟住嗰段越南話廣播就係向佢哋講述呢個政策嘅內容。bắt đầu từ nay, Mục Trinh Sách Mới về thuyền dân Việt Nam đã được chấp hành tại Hồng Kông。不漏杜拉唔係一個人，木精室妹亦都唔係某個人個細妹。呢兩句越南文嘅意思係講緊，從而家開始有一個影響到越南船民嘅新政策上咗馬。當時有好多人會攞呢段嘢嚟惡搞，除咗係因為啲發音聽落好過癮之外，同時亦都反映咗市民對船民問題嘅不滿。聽我講個好重要嘅嘢，不漏洞拉。bắt đầu từ nay, Mục Trinh Sách Mới。當時嘅越南船民由於困咗喺個好逼嘅封閉環境入面，仲要有分別來自南越同北越嘅人，喺咁嘅情況，經常會開片都係可以預計得到。不過其實唔係每一個越南船民都咁牛精，有啲仲好有諗頭同創意，就好似是拉差辣椒醬嘅老闆，佢就係早期嘅越南難民。佢去咗美國之後搞咗一隻辣椒醬，而家全世界都有得賣，並且好受歡迎。
呢位辣椒醬老闆嘅公司叫做匯豐，唔係要向匯豐銀行致敬，而係由於匯豐號就係當日載佢去香港嘅嗰隻貨船。另外，關繼威亦都係曾經住過喺難民營嘅名人，佢細個經香港去咗美國，當年拍過史提芬史匹堡嘅 A 級大片，而去到2023年，佢仲憑住一出同楊紫瓊合作嘅科幻動作片攞埋奧斯卡男配角。如果冇咗80年代嘅收容港政策，呢啲嘢就未必會發生。1982年7月18號，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喺而家已經拆咗嘅利舞台舉行。呢一年攞到金獎嘅係梅艷芳，佢當年憑住把聲似徐小鳳而成為咗傳媒報道嘅焦點。之但係佢攞獎之後，並冇走小鳳姐嘅路線，而係用大膽嘅台風，成為咗香港人永遠嘅偶像。80年代初嘅新秀歌唱大賽其實都好鬼公式化，有幾個元素係一定會出現嘅，包括咗開場一定會有蕭亮把聲。第二屆新秀歌唱大賽總決賽現在開始，有指定髮型設計，海圖係第4屆新秀歌唱大賽嘅指定髮型設計。跟住會安排參賽者唱群歌，將一隻好地地嘅流行曲9唔搭8咁改咗啲勵志嘅正向歌詞，然之後每人輪住唱一句。刺向我心，燃着競賽的氣氛，一心要更進步，高處不登。跟住會請新秀大賽嘅大師兄大師姐出嚟表演，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帶着笑。然之後再到由日本遠道而嚟嘅紅星表演，通常呢個明星都係嗰年過開嚟香港做宣傳，順便出一出現。最後仲會係一個當時嘅實力派大牌歌手出嚟獻唱，做示範俾啲後輩睇，擺出一副三娘教子嘅姿態。雖然新秀歌唱大賽年年都係炒冷飯，冇乜新意，不過佢喺80年代真係發掘咗唔少歌星，亦都曾經係當時香港市民趕住翻屋企睇嘅大型電視節目，所以都唔可以唔俾翻個 credit 佢。1982年8月17號，警察拘捕咗雨夜屠夫林過雲，令到全香港嘅女性都即時鬆咗啖氣。林過雲係好變態嘅殺手，佢嗰陣時揸夜間的士，並且喺落雨嘅夜晚就有機會發作去揾女性獵物。喺短短嘅5個月入面，就有4個女仔不幸遇害，最後被晒相鋪嘅職員揭發出嚟，至拉到佢。講到晒相鋪，其實80年代影相仲係用緊菲林，所以唔係影完就即刻睇得到，係要攞去晒，快極都要半個鐘頭。嗰陣時買菲林有分度數，即係而家數碼相機都有嘅 ISO，100度係最常用嘅。要喺買菲林嘅時候就決定，唔係喺部相機度用個掣扭2扭就改得到。而當啲相晒咗出嚟之後，指定動作就係晒相簿會將你啲相放落一個有廣告嘅紙袋入面，再送2本簡陋嘅3R 相簿俾你，個封面亦都係廣告嚟嘅，並且會擠埋啲底片喺個袋入面，等你再晒嘅時候可以用。呢疊底片冇乜事，就千祈唔好亂咁攞出嚟，如果唔係，你打咗指模喺上面，再晒相嘅時候就可能會蒙。1982年9月22號，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去咗北京，為香港前途問題同中國領導人講數。嗰陣時，由於新界租約將會喺1997年到期，冇人知道之後要點搞，所以英國同中國就約埋喺北京坐低傾，希望可以揾到個共識。嗰陣時，大陸嘅立場好簡單，就係新界唔會續約，而割讓咗嘅九龍同香港島亦都要攞返。至於英國嘅立場就覺得割讓係仍然有效，不過可以傾將香港嘅主權還返俾你，但係就由英國去管，亦即係所謂嘅主權換治權。呢兩個南轅北轍嘅諗法，令到成個談判唔係應該係談判棘咗喺度。而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更加進一步提出咗一個好違反地心吸力嘅主張，就係佢希望之後嘅談判只會係一張2腳凳，而唔係3腳凳。意思即係話談判只會由英國同中國單對單傾，唔需要有香港人參與，而英國亦都唔見得特別想香港人參與。就係喺呢個背景底下，香港人喺之後2年嘅拉鋸討論入面，成為咗唔關事嘅閒雜人。雖然個討論主題明明就係講緊自己。至於當時嘅香港人對於前途問題有乜嘢睇法？根據一個1982年初做嘅民調，嗰陣時有70%嘅市民係希望維持現狀，另外有4%嘅人就希望回歸祖國。而最頂癮嘅係，其實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冇諗過大陸最後會真係收返香港。如果嗰陣時就已經有 Polymarket 喺網上度開賭盤，相信真係會輸死好多人。大
戴卓爾夫人當年喺北京曾經喺人民大會堂門口度 PK 咗一下，非常魚皮。呢一跌唔單止令到佢成為咗報紙爭住講嘅焦點，仲令到香港股市跟住佢一齊跌，由9月份嘅1096點持續跌到去12月得返大約780點，仲勁過食瀉藥。呢一次 PK 足以證明人類嘅肢體動作原來真係會影響到股市。1982年9月24號，被人形容為好孤寒，連一張廁紙都會同員工計數嘅老闆邱德根入主麗的，將個台改名做亞洲電視。不過一開台就甩碌，有市民玩嘢報警話電視台有人劈友，搞到差佬要拉大隊出動去調查，變相去同佢祝賀台慶。亞洲電視喺開台之後嘅第一個大型直播節目叫做《群星賀中秋》，賣點係有當時未係好紅嘅鍾楚紅作為神秘嘉賓，吊威也出場扮嫦娥。呢個節目嘅拍攝地點喺宋城，佢亦都係屬於邱德根嘅。原本計劃係用嚟對冚海洋公園，不過嗰度其實冇乜嘢玩，所以唔見得挑戰到海洋公園嘅地位。反而隔籬嘅荔園就好多人去，係當時好受細路仔歡迎嘅人氣景點。嗰陣時嘅荔園有得坐叮叮船同埋碰碰車，亦都可以餵香蕉俾大笨象天奴。嗰度仲有一間鬼屋，可以講係哈佬位嘅始祖。呢一間鬼屋最恐怖嘅位，並唔係入面嗰啲假到爆嘅機械道具，而係門口嗰塊招牌，有個綠色面嘅女人好幽怨咁望住你，仲要好邪悶咁揸住個白色面具，真係令到好多細路即刻淆晒底，喺個門口度點好耐都唔敢入去。講開荔園嘅經典遊戲，仲有一樣嘢唔可以唔提，就係掟綠箭香口膠。呢個其實只係好簡陋嘅攤位遊戲，叫人掟個毫子去一張鋪滿咗格仔瓷磚嘅台面，唔砸界就當你贏，可以攞到排香口膠；砸界就當你輸，會充公你個毫子。其實你自己喺屋企都可以玩到。呢個咁簡陋嘅遊戲之所以能夠成為荔園嘅鎮店之寶，個奧妙之處係在於佢嘅入場門檻勁低，幾毫子就可以玩，而且有機會刀仔鋸大樹搏到排香口膠，所以好受一眾老豆老母歡迎，因為可以俾佢哋用極低嘅成本就氹掂班乜都話要玩嘅化骨龍。以上就係1982年發生嘅大事。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share 同 like。另外，如果大家睇片嘅時候發現有乜嘢錯漏嘅地方，記得留言話翻俾我知。而如果大家對於80年代有嘢噏住唔講唔舒服，亦好歡迎喺留言區度分享。遲啲再見，記住定期留意 channel 有冇新片上。